香港甲一組排球聯賽總決賽男子冠軍戰由常規賽冠軍人隊對爭取4連敗嘅龍隊。白衫嘅人隊喺4強落後2局之下反勝國際，吸取上場教訓，今場入局好快。接應嘅江卓軒2號位強攻，佢單喺第1局就攞到7分，幫人隊大幅領先，先贏25-15。兩隊喺早一日嘅4強同樣要激戰5局。龍隊第2局換入大取梁浩然，佢早幾日訓練嘅時候拗柴㗎，嚟到決賽都要將傷患拋諸腦後。呢球後排進攻，呢一局龍隊贏25-23攀平局數。但第3局龍隊再度陷入劣勢，尾段落後20-24，直到隊長梁浩然開波完全冇手軟，連續開到第5球，追住6號位底線火力全開。佢今場攞到全隊並列最高21分，江卓軒打出界。龍隊連追6分，標時贏26-24，局數亦都反先2-1。但呢場戲劇性嘅劇本啱啱先到戲肉咋。第4局龍隊領先24-23，拎住半隻杯爾之際，溫家南跣腳都起翻身，大力扣殺。佢今場攞到全場第2高嘅27分，幫人隊追到24平手，將全場氣氛推到最高點啊！但高處未算高，當龍隊第3次拎住決勝分，領先26-25，人隊嘅梁顯維全力扣殺出界。當大家以為比賽結束，黑衫龍隊狂歡慶祝，另一邊白衫人隊抱頭痛哭。人隊教練團冷靜作出視像挑戰。中國香港排球總會設置23組鏡頭，將香港排球水平帶上更專業化。全場平息靜氣，有隻手指掂到啊！觸手出界，人隊挑戰成功，26-26。死裏逃生嘅人隊有江卓軒嘅 ace， 反超前28-27，逼到龍隊用埋呢局最後一個視像挑戰，但唔成功，亦都埋下輸波嘅伏線。最後一球，黃永俊後快打出界。龍隊想挑戰，但有200個鏡頭都幫佢唔到啦。2次視像挑戰嘅 quota 已經用晒，人隊反勝29-27，將比賽打到第5局。峰回路轉嘅劇情仲未完啊！人隊一開局就連輸4分，轉場更加落後到3-8。兩隊常規賽交手嘅時候，同樣打足5局，人隊險勝3-2。總決賽可以加入外援，龍隊唔敢怠慢，請嚟1.9米嘅美國大學生 Samuel， 呢球直接攔死江卓軒嘅後排進攻。人隊迫於無奈叫埋最後一個暫停。暫停過後，溫家南再度挺身而出。佢喺局初曾經被調離陣㗎，換返入場之後表現脫胎換骨。佢單喺第5局攞到8分，幫人隊反超前。加埋江卓軒難以抵擋嘅後排進攻，佢今場攞到全場最高29分，當選 MVP 同最佳接應，當之無愧啊！佢同強勁發球嘅隊友溫家南以及主攻手梁顯維，早前為香港浸會大學合力贏得首座大專男排冠軍。嚟到 Championship Point， 浸大三寶之一嘅梁顯維單人攔網成功，人隊贏15-12，局數3-2，鎖定球隊史上首個甲1冠軍，亦都打破龍隊過去3年嘅壟斷。呢場堪稱本地球壇最經典嘅賽事並冇之一，兩隊都肯定已經拼盡所有，佢哋揮灑嘅每滴汗水都印證住過去所有努力。每位球員都值得觀眾嘅掌聲同歡呼聲。人隊今季9戰全勝，繼上年排總杯冠軍同常規賽冠軍之後，再奪甲1總冠軍殊榮。